政府積極加強本港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嘅聯動。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公布，今年起將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嘅參加資格放寬去到29歲或以下、持副學位或者以上學歷嘅青年，而向企業發放嘅津貼上限將會上調去到每人每月12000蚊，為期最長18個月。醫療合作方面，港深共同建設嘅大灣區臨床試驗協作平台，當局將會爭取年底之前成立真實世界研究及應用中心，加快新藥喺香港、內地同國外審批上市。另外，當局未來亦都計劃建立區域醫護人才庫。金融方面，金融管理局舊年同中國人民銀行簽訂關於跨境徵信互通業務試點嘅諒解備忘錄，喺深圳同香港間先行先試，業界反應積極，試點將會逐步增加。建造業方面，特區政府正係同廣東省合作，聚焦組裝合成建築嘅研發、品質認證同國際市場推廣。另外，兩地政府已經成功建立香港首批工程專業人才職稱評價機制，並且會逐步擴展去到其他具備條件嘅建造相關專業，又會同廣東省、澳門合作，為建造業技術工人同技術人員擬定灣區技術標準，以及推展一試多證。首個試行工種嘅灣區標準即將公布。陳茂波又提到前海發展，喺前海實踐港資港法成果呢個基礎上，律政司同內地相關嘅部委合作，擴展港資港法同港資港仲裁到其他大灣區嘅試點城市，為香港投資者營造更便利嘅營商環境。我哋會繼續支持前海先行先試，推動更多政策創新同埋突破，讓成功嘅經驗輻射到整個大灣區以至全國。